各位大家好啊！我而家喺齊齊哈爾火車站，準備帶大家探索中國最北嘅漠河，體驗下北方邊境嘅獨特風情啊！漠河位於黑龍江省最北端，係中國緯度最高嘅城市。因為地理環境特殊，呢度嘅氣候同南方好唔同啊！四季分明之餘，冬季仲特別漫長。從漠河火車站出發，可以乘坐旅遊專線巴士前往北極村，車程大概2個鐘頭，睇下風景，好快就到啦。北極村有豐富嘅歷史背景，歷史上係北方少數民族嘅聚居地，清代時期更加係重要嘅邊防據點，見證咗中國北方邊境嘅發展歷程啊！幕後30驛站重現咗古代北方驛站嘅文化，而北極哨所就展現咗現代邊防嘅面貌。呢啲景點記錄咗唔同時期嘅邊境生活同文化特色。我選擇入住當地嘅民宿，房間都唔錯啊，乾淨企理。最大嘅優點係可以體驗地道嘅北方生活，感受當地人嘅熱情同淳樸啊！黑龍江係中俄界河，對面就係俄羅斯啦，個標真係唔錯。村內仲有個金雞之冠地標，證明你真係到咗中國最北點啦。建議大家可以租架電單車遊覽，因為村內景點比較分散，自由開車唔單止方便，仲可以隨時停低欣賞下沿途風景添，自由度好高啊！你睇下，我就停低咗喺度睇彩虹啦。北極村仲有個特色就係馴鹿場，可以近距離觀賞呢啲可愛嘅北方動物。馴鹿係當地特色文化嘅一部分，值得去睇下啊！夜晚嘅北極村好熱鬧啊！燈光亮起之後有另一番風味。喺七星廣場仲有免費嘅篝火晚會，好多人喺度唱歌跳舞啊！今次分享到呢一度，希望俾到大家對北極村有初步嘅認識。如果對中國旅遊有興趣嘅，可以訂閱頻道，日後仲有更多嘅分享啊！下集再見。